大家好，歡迎嚟到腦 Best， 係你嘅日常生活腦神經科學指南。我係 Dr. Mark。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一啲常見關於心流狀態嘅一啲誤解嘅。詳細咧可以睇翻我哋上一條片。咁其實咧心流咧有幾個主要嘅特徵嘅。第一咧就我哋高度集中喺一件事入邊咧去完成佢，而過程中咧我哋有一個時間嘅扭曲感，時間咧好似唔存在咁樣，好長嘅時間都好咧，我哋一啲負擔都冇。而我哋所有嘅行動咧，同我哋嘅意識咧，係完全地融合起嚟咧。呢個就係我哋嘅心流狀態。我經常咧都會聽到有一啲人問咧，其實究竟心流係一個乜嘢嘅情況咧？咁我都聽過咧一啲說法咧，就係話原來我哋嘅心流狀態咧可以提高我哋學習嘅能力嘅6倍，喺學新嘢上面咧可以應用得到。呢度咧有少少糾正大家呢個諗法，原來咧。心流咧係一個運用知識嘅一個好重要嘅狀態，即係話由我哋嘅基底神經節入邊咧去攞我哋大腦已有嘅資訊出嚟，以自動化嘅方式咧去運作，同時咧抑壓我哋前額葉區嘅一啲活躍度，令到我哋咧唔受外界嘅一啲刺激影響，咁所以咧能夠做到高度集中啦，而且咧係冇任何壓力存在嘅一個狀況。咁所以咧嗰個狀態咧就係要嚟重塑我哋嘅一啲大腦神經嘅網絡系統嘅，而唔係咧建立一啲新嘅神經網絡系統嘅。而另一個誤解咧，好多人咧就會認為咧，其實心流咧係一啲去到好極致嘅一啲運動員啦，又或者咧一啲創作相關嘅人咧，先至會進入到心流呢個狀況。咁但係其實咧，心流呢個狀況係所有人咧都可以達到，而可能咧你都曾經體驗過嘅。例如咧，我哋喺學語言嘅過程入邊咧，我哋可能早期咧就背咗好多生字啦，好多句式啦等等。咁直至到咧我哋去到一個狀態，進入咗喺生活入邊應用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變成咗一個好流暢嘅一個表達嘅過程。呢個過程咧就係學習同埋心流兩者之間嗰個協調嚟嘅，即係話首先咧你要有極大嘅努力嘅學習，先至咧有機會進入心流呢個狀況，因為心流就係一個運用你所有大腦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狀態。優化我哋嘅能力。舉個例子，好似畫家去畫畫嘅時候咧，其實進入創作嘅心流狀態咧，其實咧佢並唔係喺度諗緊究竟我呢一筆點樣落啦，我用咩顏色會好啲啦，用咩技巧，而係通常咧佢係已經所有嘅資訊喺之前已經學好晒，去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嘅時候咧，先至能夠運用表達出嚟嘅。而我哋有時會見到咧喺呢一個心流嘅狀態咧，佢會諗到啲新嘅方法出嚟。其實嚴格嚟講咧，喺技巧上咧，佢冇諗到一啲新嘅技巧，佢只係將佢已知嘅嘢咧融合變成咗一個新嘅風格出嚟嘅啫。咁所以咧，對於創作相關嘅一啲工作啦、興趣啦等等咧，其實心流狀態咧好多時咧就會幫我哋咧走出一個咁樣新嘅創作嘅空間出嚟嘅，而並唔係咧幫我哋學到一啲新嘅技巧或者技能喎。最後啦，雖然咧原來心流咧就唔係幫我哋學新嘢嘅，咁對於做學生嘅你咧，每日都學緊新嘢咧，都唔需要失望，因為學習同心流之間咧有一個密不可分嘅關係嘅。因為要進入去到心流狀態咧，你嘅基礎必須要做得好，即係話喺建立基礎嘅過程咧，其實咧我哋必須要大量輸入同埋建立自己嘅能力，重複咁樣做同一件事，就好似我哋一開始咧提到阿朗朗喺彈奏鋼琴嘅過程咧，其實佢進入心流嘅狀態，就會將所有嘅識嘅嘢咧就表現翻晒出嚟。咁即係話最大嘅前提就係你本身識嘅嘢有幾多。所以喺學習嘅過程咧，其實咧你對嗰件事情嘅熱情咧，其實都係可以幫你進入心流嘅狀況，令到你咧唔抗拒學習，令到你大量咁樣吸收呢啲資訊。所以咧將學習個 passion 擺喺我哋學習嘅最前線，而唔係咧究竟我哋要點學好嗰件事。即係話首先第一樣嘢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嘅興趣同埋發展嘅方向。咁透過呢一啲嘅少少嘅了解之後咧，你就會揾到你學嗰件事嘅熱誠，然之後透過你幻想，最終你得到嘅一個結果，你自自然然咧就會達到心流嘅呢一個狀態。下一次咧，我有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揾到你自己嘅才能喺邊一度，而透過揾到自己嘅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應該向邊個方向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可以好好利用心流狀態，幫你更快達成你嘅理想。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影片嘅內容，歡迎大家 comment、like and 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次見啦，拜拜。